點解你越忍讓越命苦？原來怨恨唔放，福報永遠唔會嚟。心入面囤住滿滿怨氣，運氣自然一路走下坡。好多人自細被教導要忍讓，要顧全大局，要做個大方嘅老好人，以為吃虧是福。殊不知毫無底線嘅退讓，只會不斷透支自己嘅福報，被身邊人肆意消耗。越忍就越委屈，越讓就越命苦。好多人一直誤解，想要轉運，想要得到福氣，就要逼自己原諒所有傷害過自己嘅人。但其實寬恕一切係佛菩薩先可以修成嘅境界。我哋只係凡夫俗子，受過嘅痛，吞落肚嘅委屈，都真真切切，唔需要偽裝大度，勉強自己去原諒。真正嘅解脫，從來唔係原諒對方，而係放下執念，放過飽受折磨嘅自己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套落地化怨心法，只要活動身體3個部位，就能解開糾結幾十年嘅心結，將流失嘅福氣重新收回自己身上。點解你讓步讓足一世，處處遷就身邊人，非但冇人感激你，仲將你嘅善良當成理所當然，得寸進尺咁蝦你？點解你每次都同自己講算啦，忍下就冇事，身體就越來越多病痛，心口成日好似壓住塊大石，屈到透唔到氣？從前好多傳統教訓都教我哋吃虧是福，凡事要以和為貴，但好多時候毫無底線咁忍讓，只會令自己變成一個懦弱嘅受害者。以佛法因果嚟講，一味做冇原則嘅老好人，一方面係縱容身邊人繼續做惡業，另一方面亦都不斷損耗自己嘅福報，連累自己身體同精神。你每一次壓抑委屈，每一次強忍怨恨，都會令負能量纏繞住自己，福氣慢慢流失，病痛、煩惱、爛人爛事自然接踵而來。第一個故事，執住20年師徒恩怨，福運盡失，半生潦倒。從前寺院入面有2位一同出家嘅師兄弟，師兄資質聰敏，早年深得師父厚愛，師父將好多經法、寺院雜務都交俾佢打理。師弟性格內向老實，處處忍讓，師兄時常搶走師弟嘅修行機會，有時犯錯仲會將責任推落師弟身上。師弟一直記住師父教嘅忍辱包容，從唔同師兄爭辯，次次都選擇退讓認錯，但係心底嘅怨恨從來冇放下。每當深夜獨自打坐，就會不斷回想自己多年受嘅委屈。明明係自己潛心抄寫嘅經文，被師兄攞去當成自己嘅功績；明明係自己辛苦打理農田得來嘅糧食，卻被師兄攞去結交各方善信。所有功德都歸於師兄，自己只換來旁人一句懦弱無能。就咁將怨氣藏在心底20年。師弟日日壓抑親恨，表面和氣，內心時刻同師兄比拼。後來師兄憑住人緣同機緣，成為一方有名望嘅法師，信眾雲集，寺院香火鼎盛。而呢位處處忍讓嘅師弟，一世勞碌卻冇所成，身體常年虛弱失眠，每一次想要精進修行，總係諸多阻礙，身邊總係遇到背後講是非、消耗自己嘅人。縱使日日念佛，福氣始終無法聚集。後來老主持臨終前同佢點破迷局：你從來唔係輸俾師兄，係輸俾自己放唔低嘅怨恨。你每一次忍讓唔釋懷，就用一條無形嘅繩綁住自己同對方。你將所有心力用去記住傷害，自然冇多餘福氣去承接善緣。忍辱唔係壓抑怨恨，係唔再用別人嘅錯折磨自己。一味妥協，卻執住嗔恨，只會慢慢耗盡畢生修行累積嘅福德。好多人以為心入面憎恨、責備、傷害自己嘅人，就可以懲罰對方，討翻公道。但因果從來唔係咁運作。每當你不斷重溫當日受委屈嘅畫面，時刻掛住鬧人，你嘅精神、福氣同清淨能量就會源源不絕流向對方，好似有條無形嘅繩將你同對方綁埋一齊。你越憎恨，條繩就綁得越實，最後只會用自己嘅健康同福氣幫人哋承擔惡業。就好似有人將一袋垃圾放喺你門口，你唔掃走，反而日日坐喺隔籬鬧丟垃圾嘅人，最後俾惡臭影響整壞身體嘅，永遠係唔肯放低嘅你。一味忍讓，唔識遠離，執住怨恨，唔肯釋懷，只會令自己一直困在苦難入面，福氣始終無法靠近。
真正解脫從來唔係等對方道歉，好多人被無明蒙蔽，一世都唔會反省。真正嘅解脫就係你自己醒悟過來，單方面切斷呢段消耗你嘅業緣，唔需要原諒，只需要唔再理會，放低就可以。下面3個實際動作，教你用身體改變業力，化解多年怨氣，將遠走嘅福報重新追返嚟。第一招，喐對腳，用距離隔開消耗你嘅業緣。好多長輩覺得家醜唔可以外揚，為咗個家表面和睦，就算日日俾身邊人講說話刺傷，不停消耗，都要硬住頭皮一齊住，一邊悉心照顧，一邊心入面生悶氣。中醫講怒傷肝，長期抑壓情緒，最容易整壞五臟六腑，福氣亦都隨住鬱氣慢慢消散。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做毫無底線嘅老好人。遇到唔識感恩，成日出現傷害你嘅人，要學識遠離惡緣，避開消耗你嘅人。當你覺得心口谷住一肚氣嘅時候，唔好爭吵，靜靜雞離開個環境，出去行下行山，參加太極班或者合唱團，多曬太陽，吸下新鮮空氣。怨氣屬於陰暗負能量，最驚陽光同體內流動嘅陽氣。當你行到微微出汗，就係身體排走積壓多時嘅鬱氣同怨毒。雙腳踏實踩係大地，大地會承接你所有嘅委屈同壓力。等你身心舒暢返屋企，鋼線滿腔怒火早就煙消雲散。只要你身體強健，陽氣充足，所有爛人爛事就唔會再擾亂你內心，福氣先會願意留低。第二招，喐對手，重建生活秩序，將所有溫柔留俾自己。大半世人，你對手都用嚟洗碗、洗衣服，照顧一班唔識感恩嘅人。就算得閒，都係不停刷手機，同親友傾訴自己幾命苦，不斷咀嚼過往嘅傷痛，任由怨氣纏身。第二個故事，李大姐忍讓30年，斷絕消耗業緣後，終於重攬福氣。我曾經認識一位52歲嘅李大姐，結婚30年，從年輕開始就活成屋企入面嘅免費工人。外家細細個就教佢要顧全大局，凡事忍讓。出嫁之後，佢將呢句說話刻在心入面。丈夫懶散貪玩，從唔願意打理家務，賺嘅錢大部分自己揮霍。奶奶性格刻薄，日日挑剔佢做嘅飯菜，逢年過節仲會喺親戚面前數落佢嘅不是。李大姐次次都選擇忍讓，默默做晒所有家務，省吃儉用撫養一對仔女。每次受咗委屈，都只會深夜躲喺被窩入面偷偷喊，從唔同任何人傾訴。佢以為自己一味讓步，總可以換來家人嘅體諒。殊不知，所有人都將佢嘅善良視為理所當然。仔女長大之後，習慣咗母親無條件付出，想要買名牌、周圍旅遊，就問佢伸手要錢。一旦拒絕，就會指責佢冷血、自私。丈夫越發肆無忌憚，對佢言語冷暴力，從唔關心佢嘅身體同情緒。30年嘅壓抑同怨恨積壓在心。李大姐40幾歲就患上肝氣鬱結，經常頭痛失眠，臉色暗沉、蠟黃。明明先50出頭，睇落比同歲嘅人老10幾年。偶然一次，因為情緒激動暈低，送入醫院。醫生同佢講：你身體所有毛病都源於長期壓抑嘅怒氣同委屈，再唔釋放怨氣，遠離消耗你嘅人，好容易誘發重大惡疾。住院期間，佢聽到法師開示，先徹底醒覺，自己從唔需要逼自己原諒傷害自己嘅家人，但一定要學識放過自己。出院之後，李大姐開始按照化驗3個方法調整自己。首先，用雙腳遠離惡緣。每當屋企爭執，家人肆意消耗自己，就即刻出門行山散步、曬太陽，疏導鬱氣。然後用雙手重建屬於自己嘅生活，將從前用嚟奉獻所有人嘅時間，用嚟種花、抄經、為自己煮美食，斷絕無底線嘅金錢同精力付出。最後不斷修煉心念，夜晚早睡，唔再回想從前嘅委屈，多閱讀正向書籍，提升見解，從受害者轉變成清醒嘅旁觀者。短短2年時間，李大姐肝氣鬱結嘅毛病慢慢好轉，睡眠變得安穩，面色越來越紅潤。因為佢守住善良底線，遠離負能量，身邊慢慢吸引到一班志同道合嘅善友，閒時一齊修行行善。原本疏離嘅仔女見到母親越來越從內而外強大，
亦都慢慢學會感恩體諒曾經流失嘅福氣，終於一點一滴翻返佢身上。由呢一刻開始，收翻你過度嘅付出，將原本照顧人嘅時間用嚟好好錫自己，閒時種下花草，親手鬆土淋水，睇住植物慢慢開花，坐喺窗邊抄下經文，喺筆墨之間平復浮躁嘅心，買自己中意嘅食材，親自煮餐好嘢俾自己，唔好再掛住其他人翻唔翻屋企食飯，將屋企執拾整齊，掉晒唔再用嘅舊物件，清理空間其實都係修煉內心。當你用雙手打造美好嘅生活，內心嘅混亂亦都會慢慢平靜。你唔再係依附人哋情緒生存嘅受害者，而係自己生活嘅主人。善良一定要帶有底線，人哋點樣對你係佢嘅業障，好好善待自己，先可以守住屬於自己嘅福報。第三招，喐下腦，提升自己嘅見解，由受害者變成清醒旁觀者。我哋之所以放唔低，越忍越痛苦，好多時係腦入面不斷同人爭拗，邊個對邊個錯，執意要聽到一句對唔住，被過往嘅怨恨牢牢綁住。其實坦然睇清一個人嘅本性，唔代表你唔慈悲，看破真相先係智慧嘅開始。唔好逼自己將爛泥幻想成蓮花，接受佢本來嘅樣子就得。睇清事實之後，一定要及時轉移心念，唔好係夜晚不斷回想當日嘅委屈。深夜陰氣重，最容易俾怨念纏身。千祈唔好臨瞓時不斷糾結是非，耗損自己元氣。可以睇下好書，聽下禪師開示，用正向嘅智慧洗滌雜念。早睡早起唔單止係最好嘅養生，亦都係最高級嘅風水。好好守護自己心神，唔好再用人哋嘅錯處懲罰自己。當你不斷進步，磁場越來越光明，曾經蝦你嘅人自然影響唔到你。唔需要刻意報復，因果真實不虛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做過嘅事負責，將怨氣轉化成向上嘅動力，先可以遠離病痛愁苦，留住身邊福氣，安穩快樂咁過餘生，活出屬於自己嘅尊嚴同從容。靜心觀想，釋懷練習。如果心口、胃同肝臟位置長年谷住氣，成日隱隱作痛，可以喺一個安靜地方坐下或者瞓低，跟住以下引導，釋放多年積怨。慢慢閉埋雙眼，自然咁呼吸，將注意力放喺胸口、胃部同右邊肝臟位置，回想多年以來你吞落肚嘅所有委屈、壓抑嘅憤怒，全部結喺呢幾個位置，好似一嚿冰，一團解唔開嘅亂碼，成日令你覺得沉重鬱悶。你想象自己坐喺一望無際嘅高山草原，秋天天藍雲闊，溫和嘅陽光曬你身上。一陣帶住青草泥土香嘅暖風由山谷吹過，拂過你塊面、膊頭，慢慢吹入你鬱結嘅胸腹同肝臟。唔需要抗拒痛楚，靜靜睇住心入面積壓嘅怨氣變成一片片枯黃落葉，隨住暖風慢慢鬆開飄起，一片跟一片飛向遠方藍天，最終消失喺雲海之中，從此唔再屬於你。跟住呼吸，慢慢默念2次。我唔原諒你嘅過錯，但我選擇放過自己。屬於我嘅福報，從今以後只屬於我自己。隨住心念安定，心口結咗幾十年嘅硬結慢慢鬆開，胃部嘅緊繃變得柔軟溫暖，肝臟嘅隱痛隨風散去，內心變得通透寬闊，唔再憎恨，唔再埋怨，只餘下對自己嘅珍惜同守護。輕輕喐下手指同腳趾，慢慢打開雙眼，呢段靜心練習就完結。真正嘅大智慧，從來唔係同人性嘅陰暗糾纏，而係將逆境變成修心嘅養分。唔需要做一味忍讓嘅爛好人，只要明曉因果，守穩本心，懷有慈悲之餘，亦都要有保護自己嘅金剛心。唯有放下纏繞多年嘅怨恨，停止無底線嘅忍讓消耗，屬於你嘅福報先會如期而至。願呢段開示可以解開你多年心結，願每位善友都修得柔軟嘅菩提心，亦都練就守護自己嘅金剛心。不妨留言寫下你對未來嘅期盼，大家互相鼓勵，祈願世間安寧，人人身心安康。阿彌陀佛。